驚蟄千祈唔好食呢兩類食物，隨時會令脾胃虛弱、加重濕氣。驚蟄係意味住要進入呢個春耕嘅季節，對於我哋都市人嚟講就係回南天嘅開始。呢啲潮濕嘅天氣會成日令到我哋好疲倦又沉重，甚至係消化不良嘅。以下兩類食物就要盡量少食啦。首先，油膩、油炸、高脂肪嘅食物都係極難消化嘅，需要脾胃消耗大量嘅能量，導致中醫所謂嘅脾胃虛弱同埋加重濕氣。第二，高糖嘅食物都係建議少食嘅，因為高糖嘅食物所帶嚟嘅能量又急升又驟降，咁樣會加劇濕悶疲勞感。咁多食物唔食得，到底呢個節氣應該食咩好呢？相傳話驚蟄要食梨，因為中國民間有驚蟄食梨能夠令到害蟲遠離嘅呢一個習俗。而梨取其諧音，即係梨。雪梨咧嘅含水量係非常之高，富含鉀質，可以有助預防高血壓。至於啤梨咧，就含有蘋果酸同埋果膠，可以增強腸胃嘅蠕動，幫助腸胃消化。另外含有胡蘿蔔素同埋粉酸，亦都係好好嘅抗氧化物。對於我哋喺新年春節大飲大食過後咧，跟隨住呢個傳統習俗驚蟄咧時節去食呢個梨，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營養之選啊！如果想食到更新鮮、更平嘅當造食物嘅話，營養師 Kenny 就建議可以把握而家呢個春季當造嘅食物，佢哋含有豐富葉綠素、B 群維生素同埋鎂，係有助身體排毒啦，排走春天飽滯嘅濕悶感。另外呢啲香料咧都係春季嘅聖作物嚟嘅，營養師 Kenny 咧都話建議可以喺呢個時節多啲攝取㗎。